足協又用呢一招，同埋今次用呢一招啦，幫唔幫到我哋國家隊啦？嗱，今屆世界盃大家留意喎，打到第3階段㗎啦。今屆咧，我哋有幾招啦：一、央視嘅貪腐紀錄片；二、陳戌源後利鐵嘅判決啦，好似幫我哋國家隊咧打開雞血咁嘅。你睇下嗰班友啊，成日做埋啲衰嘢啦，搞到佢國家嘅足球烏煙瘴氣。而家要將佢地位提升，靠你哋嘅努力啦。咁如果今次咧真係有好雞血啦，就希望啦國家隊喺杭州能夠喺澳大利亞身上咧，起碼攞到1分，唔好再0-1輸俾沙特咁啦。咁呢口雞血係點啦？嗱，見到需要強調啦，係網傳嘅啫，但係有晒啦法院嘅判決書喺度㗎。據聞啦，查到16場假波，咁而有啲前國腳，包括秦升啊、顧超啊、金敬道等等啦，係牽涉在內嘅。係真係假？過2日啦，會唔會成為一個官宣啦？我哋唔知，但係輿論上咧已經得到咧一定嘅正向效果啊！大家痛心疾首，都係嗰句啦。你班蛋散搞到我哋中國足球都烏煙瘴氣，而家我哋中國足球要再抬頭，靠你哋而家啦，就係2日後喺杭州嘅呢一班。咁而呢班球員再加埋教練伊雲高域啦，輸俾沙特之後啦，賽後評大部分都係覺得啦，佢哋又係畏首畏尾，又唔夠膽表現自己，甚至咧落後後換人啦，都係比較被動，保住唔好多失啦。以呢個精神狀態，喺澳大利亞身上攞1分啦，係幾難嘅。今日細心研究完啦，排位積分同埋幾隊波嘅賽程啦，呢1分係極之重要嘅。咁至於我哋啦，攞咩陣、咩態度、咩人選去攞呢1分啦，聽日再同你分享。